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3，箴言16章20到21节安尼讲：听叹道理，为得到利益，我靠上主，真有福气。心有智慧，称做通达；讲话文雅，会互人心服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听叹道理，心有智慧，我靠你的天平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圣、至尊、至权的上帝，你的名伫全地何等的水，自天公基你的荣耀，强强保养你的作为，令带领的手。建立万有，用慈爱眷顾属你的百姓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感谢甲懊恼，因为你是信实无改变的主。愿一生要尊重甲懊恼你的名。主啊，求你赐阮属天的智慧，互阮听叹你的道理，遵行你的旨意。我靠你的快乐，成做心中有智慧的人，互阮伫家庭中。来建立好的关系，伫教会中会通用智慧彼此服侍，伫职场中会通用智慧荣耀你的名，互人对阮的性命。来看见基督的荣美，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